大批聚集嘅人先係口角，有人同警員爭執，情況混亂。混亂期間，一個警員俾人用石頭掟傷，有人俾警員制服之後押上警車。警方最後將聚集嘅人趕返去行人路，又捉起人鏈，唔俾人行出去亞皆老街同埋上海街之間嘅十字路口。警方最初就係以亞皆老街、新填地街以及喺沿住亞皆老街去到上海街嘅呢一個位置作為佢哋最初嘅封鎖線。最初連傳媒都唔可以喺呢一個位置嗰度逗留，但係最終警方都有放行到。喺較早時間，喺亞皆老街同西洋菜街交界，有警員同市民不斷推撞，一邊稍為平息，另一邊又起哄。市民嘅人數比較多，唔少時間都係包圍住警員。現場消息話，當時警方懷疑有市民襲警，將佢喺人群嗰度拉出嚟，壓咗喺地下。有市民不滿，要求放人，雙方對峙。警方最後將兩個人帶走。差唔多同一時間，喺砵蘭街有大批手持盾牌嘅警員同聚集人士對峙，警方出示紅色警告，話可能會使用武力，部分人戴上眼罩。喺凌晨1點左右，警方喺旺角警署停車場出入口隔住鐵欄施放胡椒噴霧，有聚集人士被噴中。佢哋想放飯，跟住喺門口要求佢唔好放飯，跟住佢哋就喺門口就對住我，當我兜面噴。第一次我戴咗眼鏡，第二次我除咗眼鏡，佢仲要行出嚟，專登行出嚟，我梗係噴你咁樣，一嘢噴落我隻眼度。有冇警告？冇。你可唔可以做證人啊？我哋都想調查呢樣嘢。如果隔住道閘，好多證人冇需要嘅情況下用咗少蚊劑嘅話咧，咁就過分使用武力。咁我哋都好嚴肅地去處理呢件事。有市民願意提供片段俾警方調查。類似因為質疑警方執法而發生衝突嘅事件，凌晨開始不斷發生。警方話深宵期間，旺角發生6宗衝突，強調警方已經調動咗唔同單位嘅警員到場。警方又話調查每宗案件需時，請市民俾時間警方處理。現場人士係採取唔合作嘅態度，亦都引致一啲嘅糾紛啦，同埋一衝突嘅事件發生。咁有群眾呢係向警方挑釁，同埋係向警方嘅防線推進。在場嘅警務人員呢已經係非常克制，務求係可以和平咁樣處理事件。咁我再次嚴肅咁呼籲市民呢需要奉公守法，保持冷靜，唔好挑釁警方。因為警方喺調查每一單嘅案件嘅時候呢，係需要搜集各方面嘅證據，亦都要時間去處理。市民你應該信賴呢，警方係會以一個不偏不倚嘅態度去調查案件嘅。佢呼籲仍然喺旺角集會嘅人要顧及自身安全，盡快離開。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出席本台節目。